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去年税金加扣4500亿，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每一个人会当分到现金6000块，上紧在2月底就当入去扣做。桃园航勤劳资协商了后呢，这资方答应工会6项诉求，年尾奖金是加发8万，过年期间工会也无要罢工咯。国内伫今仔增加3万外，本土病例专家也呼吁讲，这 BQ 点的可能是未来流行的病毒株，呼吁民众赶紧去做疫苗。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宣布，针对加扣税金的部分会全面强检，确保每一个人现金6000块。行政议会提出特别条例，编特别预算，送到立法院审查，可能会用汇款的方式汇到咱民众的口座，上紧伫2月底就当收到啊。政府税收超顶4500亿，决定要限税予人民。行政院长苏贞昌初时宣布，将其中的1400亿交予全民，共享经济成果，每一个人普发现金6000，要伫开春了后，予全民新春祝福。从小到老能够共享经济成果，每人6000元。那相关的法源以及应该怎么发放的软体设计等等各部位。正在盘整预算的编列如果他们送过来，那我会很快的请各党团大家共同来协商，很快的大家做一个决定。如果说大家都同意的话，应该也顺利的话，应该也是可以很快的发放。游锡堃强调，立法院一定全力配合，朝野党团若拢同意，都会当量早发放，每人6000个开工红包。预算由行政院会通过，各送请立法院同意，上紧伫月底3月初入销。针对中低收入户也增加，赶伫农历过年进前，交发低收入户每人750，中低收入户每人500，佫会当逐个月入销。政院将提特别条例编列特别预算，送立法院审查，传出可能用汇款的方式将红包汇到民众的户头。那低收入户已经有做册，也毋过对无户头的民众也是有面外界烦恼，可能加做红包顾忌。政府若这次建构人民账户的资料，未来相关退税、补助申请可能可以更加便利。然而，牵涉到资安、个资等问题，需要通盘考量，并与金融机构讨论。本席建议可以汇款及金融机构请领并行。朝野立委大家见脑筋，提出配套措施，包括比照500元伫超商领，也是银行临柜清领，和民众年后开工赶紧领到红包。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把这加扣税金会发予民众，每一个人都会当领到现金6000块。民众听了后是真欢喜，不过学者认为讲，这现金呢对刺激消费的效果是真有限，可能会变做是替代性消费，或者是欠起来。即马通货膨胀指数物价大起，若要买食的，都要一个钱拍24个角。这嘛，互惯势买菜煮食的人是感觉真怨叹。最近大家拢咧讨论加扣的税，敢是要幸福人民？即马决定会发现金6000块，互每一个人。按照伫申请了后会分，民众是真欢喜。现金的话，你传统市场其他地方你都可以用。对，只用的范围比较大啦。水电费什么，人家可以拿去缴啊，不一定要用在玩乐上面。现在那么苦。对不对？你也消费券，伊无开袂用的啊，对。现金真的很多人会放在口袋都不花啦。回头看过去发展相关的情形，2009年因为受到金融海啸的影响，马英九政府发予每一个人3600个消费券。2020年的3倍券，甲2021年的5倍券，是为着疫情了后振兴经济。包括消费券，互迄当阵的 GDP 加悬到0.43个百分点，3倍券 GDP 加悬到0.53个百分点。另外，学者估计，发5倍券 GDP 提升0.6至0.9个百分点。发钱的时候，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它都会产生一个替代效果。所以说，我们整体的消费如果没有增加的话，对经济的刺激就会很有限了。因为券它有期限，你在期限之内一定要把它花掉。吴大仁表示，就算发现金，对刺激经济效果有限。不过，政府的目的是伫经济成果全面共享。针对有部分的人批评讲，行税予人民应该是有纳税民众才会当领，安尼会较公平。不过专家认为讲，要增加排付的行政成本，不如甲省起来，紧发予大家。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汉勤企业工会本地拍算讲，伫咧过年期间迄罢工，早起桃勤董事长亲身召开劳资会议，协商了后，针对工会提出的6大诉求，是拢全部接收。这内容是包括讲调薪水、加发一年费奖金，是拢来接收啊。而且资方也答应讲调薪水调4%，年费薪水呢，年费奖金1个月另外再加8万。工会也因为安尼先宣布讲过年期间无要来罢工咯。透早伫劳资会议进前，桃勤工会将红红纱写大大一日碑，挂伫办公区外口，诉求疫情期间拢无休困，年终奖金无应该甲母公司中华航空有落差。另外要求公司重新签订自民国89年都无更新的团体协约，若无就要依法准备罢工。桃勤董事长亲自出面，甲工会面对面沟通，工会提出6大诉求。包括夜间电贴爱为50块调整到75块，另外要求调薪4%，年终1个月加8万，争取疫情激励金15000。工会也希望电贴调悬，佮建立常态晋升制度，互非编制人员有转任的机会甲时间表。双方协商1点钟，资方答应6大诉求甲年终奖金发放，拢尊重工会提案。其中设计公司组织编制调整，将依法提报董事会，通过了后分阶段实施。在刚才的会议上面来讲，我想这今年的这个劳资协商的一些研讨的部分来讲，也是相当乐观的。包含我们市政府啊，还有像交通部啊，大家都很努力的，就是私底下也是不断的在做这个劳资双方协商的工作这样。去年劳资协商5摆拢无成，最后送调解也无成。今下总算大成共识，桃勤工会明确表态，原定1月7日被就把交通部电控甲迄天有假启动罢工投票相关活动全部取消，全力配合春节所闻。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航勤前成功争取到更较侪年费奖金，不过中英航勤的员工到今也未得到这公司的回应。中英航空企业工会表示讲，有不少这航勤的员工可能会选择离开，或者是大过大家当无用的时阵，继续请假表达因的诉求。伫网络顶头也发现讲，这中英航勤急咧找人，而且是过年期间的资源能力，开出1天2400的条件，这代表讲因真正欠卡手。航空界人士流传伫社群网站的这张截图，讲赶紧要找桃园机场过年时来搬行李的人，一天是2400，当日汇款免费供餐，不过无确定招募单位。人力银行业者分析，其实对于去年10月中国境解除禁令了后，机场地勤这方面就真欠人了。是第4季的每个月的那个地勤人员的职缺是来到106人左右，那相对于2021年跟2020年确实有相当明显的成长。中英航空伫顶在网站内招募工作人员，对着员工希望年终奖金来增加，至今也未正式回应。中英航空企业工会讲，依法中群的员工未使加入无共公司的中英航空工会，不过已经未少人伫问安怎来争取权益，也人计划要来洗头路。请假你还能把他们劝回来，但离职的人基本上就你只能赶快再找新的人。那如果在过年期间离职潮跟请假潮一起发生，那其实会很麻烦。看这2大航群去年营运状况，根据服务的航班架数来算，桃园航群前3季总共了3亿5千班，中英航群占桃园机场的地勤量能较细，也了9938班。即阵桃园航群争取调薪加年终成功，中英航群是维持伫去年底加薪水2000块，发放1个月年终奖金，后续是毋是增加，即阵也毋知影。跟绩效的联动这个部分，除非他们公司的内规或者是其他部分，你要做一些修改，不然以现况的方式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绩效挂帅。学者分析，港集团有无共业务，就亲像中英航空业务都比较中英海运的年终奖金，不过受到疫情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经验。对于公司修改绩效认定的标准，若无民营公司也是要看数字来进行公司的治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疫情的消息，讲到咱国内疫情是雄雄正悬，国内今仔增加33330个本土病例，死亡个案有17例，另外带病入境的有541个人，这带病入境出现疫情3年以来一日病例数上界侪纪录。就这感染科的专家警告讲，变种病毒 BQ.1 可能加做国内后一批流行的病毒株，还有民众爱赶紧去做新配方疫苗。安尼讲到台北的注射站，早起已经真侪人去排队了。
第三波疫情快速来增加，初4拜3新增加33330例本土病例，中重症33例，死亡17例。第一处也是境外移入有541例，创下疫情以来对2020年起单日新冠的纪录。本土加境外确诊数拢清悬，未少民众烦恼去为着调降请假来做疫苗。台北新竹市场疫苗注射站，早期250个名额拢已经被有用完了。最近疫情又升温嘛，然后又有新的变种病毒，那我想我们还是先来把第4剂打完会比较安心。还是打一下外国的疫苗好了，对啊，尤其有次世代的就打次世代啊。世卫中心预估，这波疫情上最时阵可能落伫过年了后，日港的确诊可能会超过4万例，而且中和感染率大约是5%，也伫增加中。而专家是警告，新兴的变异株会强起来。本土 BA.5 变异株渐比率下降，对后边的经验来看 ，BQ.1 恐惊加速一波过来主流的变异株，甚至不排除社区有多产病毒流行。说不定是同时在台湾的社区里面有2种新的变种病毒在里面传来传去，那这个会使得第一个双重感染的人会变多，然后再来呢，疾病可能说不定会变得比较严重。专家提醒，过年即要到啊，有其社区传播风险的增加，建议出来有老大人，伊是高风险族群，也未注射对家这的人，也是把握到已经好啊满3个月的人，以及过年前有亲戚朋友对国外返来台湾的，应该赶紧去注射次世代疫苗来增加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委补选伫即个礼拜特别来投票咯。今日举办头一场公办的政见发表会，民进党吴怡农除了讲政见，也强调家己是清清气气伫咧选举，批评对手一直家判黑。那国民党的王宏伟是强调，伊若准入去立法院，一定会尽全的监督，毋是去举手投票。台北市立委的补选礼拜要投票，头一场公办政见发表会，初4登场。民进党吴怡农首先来发言，讲到家己伫个高雄工作经历，也有重视政治是受到老爸影响，做拍这个清气的选举，批评对手用刺激的嘴软剑取代甚至暗含理性的政见的讨论。擅长谩骂、擅长口水、擅长造谣的人，如果政治由他们来主导，那么我们很难看到国家的未来。吴怡农也讲到，上山基定的线索、国防兵役的改革，也有边界儿童英语这政见，用正面对决，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国民党王宏伟开场先质疑吴怡农无愿意辩论，说来讲，包含协力和三手演绎这5大政见，强调家己的立法院一定要强力来监督。民进党的席次已经太多了。要通过什么样的预算，都可以用碾压式的方式，所以未来我们并不需要再是一个为政府去护航、去做投票部队的立法委员候选人。王宏伟炮火对向政府继续批评。第3位无党籍候选人萧浩玲是15分钟拢无讲话，表情真严肃，看向镜头，一直到这个时间结束。本次候选人政见发表会到此结束，谢谢收看。选前到最后，候选人也出动车队来拜票。吴怡农早起有代理主席，但伊卖陪同。暗时经交副总统赖清德徛台，王宏伟是找台北市议员陈炳虎来坐镇，继续拜票。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长柯淑华就任了后，伊的立委席次补选也伫咧3月初4投票。国民党方面决定要征调前南投县长林明珍参选。林明珍表示，这补选时间真赶紧，团结胜选是上重要的。那民进党中常会也通过征调由前行政院中副执行长蔡培慧参选。蔡培慧表示会拍拼来争取乡亲的认同。南投县长柯淑华顶个月25就职，而原本立委的席次要伫3月初4补选。在人选方面，国民党甲民进党阵营各有因的计划。国民党方面最近进行党内民调，评估以前县长林明珍的赢面上悬。初3由秘书长黄建庭到南投沟通了后，初4确定征调前南投县长林明珍参选。现在党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够抽脚就不管了这样不行也太不厚道。我当2届的立委争取了209亿回来江浙南投县，那么当县长那更不用谈。
国民党的林明珍天年71岁，做过2届南投县长、立委、关议员甲一级镇长，长期服务地方，实力是真深。伊表示，柯淑华所在南投第2选区，国民党摕下真好的票数，加上做立委期间所争取建设，有信心甲这个基本盘甲伊走掉咧。而民进党上款也伫初时由中常会宣布定调蔡培慧来参选。会展现诚意，然后诚恳的来拜托大家。蔡培慧也会把我的政策制定的能力跟执行的能力，中央连结的管道建制好，为南投而努力。蔡培慧现年51岁，做过台湾农村电商发言人、民进党无分区立委，也有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这都经过9合1大选，蔡培慧表示对着地方的需求有深入的了解，更加会使回应乡亲的需求。而投票只有2个月时间，一定要全力来争取这个关键的一席。记者综合报道。检警两日调查这台南市正副议长选举涉嫌贿选风波，包括民进党籍的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典和3位偷走票去予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议员李文俊、张世贤、李定国等人拢叫来调查。落尾邱丽丽是以50万交保。另外，伫咧议长选举背后可能伫遐操盘的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也有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咱的这郭在钦呢？是去互检方声压，林树杰是无够按说明，检方无排除该区提，若水抑佫不来，就会发布通知啊。收到高保裁定议长邱丽丽的朋友，随早50万前来办理手续。检方查查透早大规模搜索约谈，包括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典等11人信后方列为被告。民进党籍议长邱丽丽50万交保，副议长林志典20万交保。无党籍议员黄丽娇甲走票，予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议员李文俊、张世贤甲李定国，分别以10至25万不等交保。另外，李文俊甲李定国的亲戚朋友也因为涉案交保候团。经检察官讯问后，将郭姓及杨姓被告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甲燕山企业集团总裁杨志强2个人封声压。台南市区议会理事长林树杰还未到案，经了解，林树杰甲郭在钦其实是议长选举关键操盘人物。要担任市议会无党联名顾问团长的杨志强，检调伫伊的公司超出800多万现金，也要厘清敢是黑洗钱。一般来说，因为我们本身是做那个土地重划、土地开发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 OK 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都是与人为善的一个人，还是相信那个司法是会还我们清白的。现在他到底涉入正副议长案件中是扮演什么角色？我想这个是由检调单位去查明吧。司法界伫调查黑金前期，民进党代理主席陈其迈也表示，支持检调铁查交底，行政会已经进行调查，终检处理。在检调的结果出现之前呢，我们不会去妄下定论，但是我们也相信司法可以做出最后的定夺。我想还是尊重这个检调的一个调查啦。那最后的结果也希望可以不要有任何政治力的介入，那公平公正。检调调查对象敢是会扩大，台南市议会静态司法找出真相。另外，无告案的林树杰，检方无排除躯体，那躯体无告案，将通缉告案。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新一届众议院伫初3开机，不过头一天就乱糟糟。加州共和党籍议员麦卡锡伫党内少数强硬派反对之下，连3轮投票拢无摕到会当当选的标准218票，这议长是选不出来。这是众议院100年来头一届发生这款的情形。The Honorable Kevin McCarthy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has received 202. No person having received the majority of the whole number of votes cast by surname, a speaker has not been elected. 美国新一届联邦众议院开议头一天就规乱草草，连3轮的投票拢选袂出议长。原本呼声真悬的加州共和党籍议员麦卡锡，因为党内分裂，一直无法度摕到当选条件的218票，众议院陷入无一个通带头的状态。这嘛是众议院100年来头一届无法度伫头一轮的投票就选出议长。I rise today to nominate the gentleman from California, Kevin McCarthy, as Speaker of the House to lead America's new Republican majority. 共和党伫这一届众议院占222个席次，敢若有部分的优势。党内敢是有团结，决定议长敢是会顺利出线。
不过有差不多20个极右派共和党众议员不满麦卡锡过去对民主党伤过温和，在投票进前就讲不爱支持伊做议长。果然，在头一轮的投票就开始分裂，到第二轮投票，众议员乔丹出面提名麦卡锡，想要到伊家己嘛去互其他的人提名，真做竞争对手，场面实在是真解约。 And I think Kevin McCarthy is the right guy to lead us. I really do, or I wouldn't be standing up here giving this speech. I rise to nominate the most talented, hardest working member of the Republican Conference who just gave a speech with more vision than we have ever heard from the alternative. I'm nominating Jim Jordan. 前两轮麦卡锡拢敢若摕到203票，离218票的条件还阁差真远。第三轮甚至是减1票。因若对手民主党杰弗瑞斯一直拢是稳稳摕212票。感情即马议长选袂出来，众议院决定休会先休困，过2天才阁继续。若选袂出来，就一直选落去。 因为美国国会顶一届无法度伫头一轮投票决定出议长的人选，是伫拄好100年前的1923年。迄当阵表决9届，也有媒体报道，伫1856年的时阵，迄当阵捌表决133届，这是历史上上届济纪录。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 乌克兰伫今年元旦攻击乌东地区的马克耶夫卡一个临时兵营，造成罗西亚军队严重死伤。这罗西亚的国防部车衫表示，死亡人数对本地已故的63人增加到89个人。去防攻击原因就是去防定调的新兵违规使用手机再去互乌克兰军方锁定。 乌克兰轰炸过了后的临时兵营现场正伫进行热闹的清理，李不行被炸死的各国士兵家属车衫伫故乡萨马拉厅举行葬礼，有人真伤心，也有人讲一定要报仇。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удара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 ракетами погибли десятк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Но нас не сломить, и горе объединяет, я вас уверяю. Мы вместе сокрушим врага. Нам не ставили выбора. Ни мы, ни наши мужья, мы не хотели войны. 2023年元旦饭点的时阵，乌克兰使用美军提供的海马斯导弹火箭系统发射6粒的飞弹，轰炸位伫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地区马克耶夫卡当地一个由职业学校改造的临时兵营。 卫星的画面显示，军营被轰炸了后，员工强要看无。原本俄军表示有63名士兵死亡，车衫甲死亡人数调升到89人。不过乌克兰讲，至少有400名俄军被炸死，另外还有300人受伤，双方是一边讲一款。不过俄国国防部承认，所有遭到空袭是因为招募新兵大量违规使用手机，造成坐标予乌克兰来锁定，已经对失职的军官来展开调查，并且接受军法审判。 也过俄国国内媒体甲政坛人士批评，甲遮尔侪新兵集合伫同一栋的建筑内底，而且瓦军就是拄准弹药的军火库，凸显俄军的无能，完全是不可原谅。这新兵是俄国总统普廷去年9月下令征调30万大军上战场的其中一批。普廷册衫签署命令，每一个死亡的士兵家属应得到500万卢布，折合代票大约215万的抚慰金。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 在印度发生有一个骑奥多拜的查某人和一台轿车相撞，伊人卡伫咧车底要1点钟，而且去互拖12公里远，不幸来往生。消息一传出来，这个社会大众大家真生气，有人怀疑讲，这个查囡仔是去互性侵害。这车顶旅客也讲，因唔知去弄着人，甚至风声讲，其中一个旅客伫车顶就是执政党的这个印度人民党成员。 这个妈妈眼中开朗才20岁宝贝查某囝，即马正做冰冷的尸体。太平间外口有真侪愤怒的群众，挥发进行为城中最后的正义。उस कार वाले ने हमारा बचाव नहीं करा बिल्कुल भी और हमने अपना बचाव बहुत करने की कोशिश करी उस कार वाले ने एकदम चढ़ा मेरी फ्रेंड थी मेरे साथ थी वो अंदर घुस गई थी गाड़ी के और मैं साइड में गिर गई थी फिर भी उस कार वाले को पता था जानकारी थी कि उसके नीचे लड़की है फिर भी उसने ना रोका ना कुछ करा उसने एक बार आगे पीछे करी तेज आगे पीछे करी वो फिर सीधा ले गया 这代志是发生在元旦这一天，少年女子被车弄倒了后，身体卡在车底，将近1点钟，拖行12公里才死亡，因为身体无穿衫，怀疑不遭性侵。 जिसमें शॉक एंड हेमरेज उसका मेन कारण है और जो ये डेथ है ये
जो ड्रैगिंग है बॉडी की उसकी वजह से हुई है। 根據印度幾個監視器顯示，查某囡仔身體就卡伫車底，一直到警方鎖定車進前，至少有5通報案電話，車頂包含駕駛，總共5人已經獲警方抓到，被控殺人罪加過失致死。因表示車是招來，承認酒後駛車，看伊們弄機車了後，真驚嚇將車駛走，無意識到這查某囡仔卡伫車下骹被拖行，也因為汽車音響開傷大聲。無聽到查某囡仔叫聲。負責執政當地的小老百姓黨車子去聯邦政府前面當地副總統薩克納的辦公室外口抗議愛落台。小老百姓黨發言人巴拉德瓦表示，被告當中有一個人是執政的印度人民黨成員，啊毋過薩克納甲警方所故意隱瞞這個資訊。薩克納對這案件向手的領會行為感覺真著驚，表示會監督這案件調查情形。當地國家首都合區首長克里瓦爾表示，就算被告有高度政治關係，依然愛大家架構，絕對無容允這種代志發生。公視新聞黃文玲編輯。法國第今年繼續推動這年金改革，打算要將退休年齡對62歲有關到65歲，不過說服工會反對。總理表示，講這65歲退休是唔是袂當改變的，而且在澳洲有真濟老人是退休了後繼續在賺錢，找找家己嘅價值。年金改革是法國總統馬克宏第2個總統任期重要的內政計劃，嘛算是今年就是改革的一年。熱人結束進程要開始實施，總理表達車閘特別對外公開全部改革的細節，其中受到上界強烈反對的一條，就是將退休的年歲為62歲延到65歲，工會車衫甲伯納進行談判，堅持退休的年歲，無論是延到64歲或者是65歲，攏是達到因的紅線，無擺拄會聯合抗爭。syndicaux. Je crois que vous avez noté depuis le début une volonté de travailler ensemble avec les autres organisations syndicales. Cette volonté, c'est de s'opposer à une réforme qui pourrait être annoncée dans la semaine prochaine. Et bien, en fonction de ce qui sera annoncé, on définira ensemble et le mot d'ordre et les conditions de la mobilisation et les dates de mobilisation. 最近這幾十年來，幾啊屆法國政府，無論是左派或者是右派，攏要為着處理欠預算的問題來推動年金改革，而且嘛一定會受到工會強烈的抵制。馬克宏的計劃範圍是更較寬，同款嘛是受到真濟爭議。總理表示，65歲這個數字並唔是袂當改變，也有其他解決的方案，會當來幫助政府實現2030年實行養老金體系目標。專案按算23提交予內閣，2月開始國會辯論。鏡頭換看澳洲，退休也是繼續勞動，是真濟社會人新的選擇。在疫情了後，勞動力欠缺的時期，為了離亞省這間餐廳。全部攏請已經退休的人，這唔但解決卡手無夠的問題，嘛當幫助因賺錢補貼生活，而且持續甲社會接觸。It makes me feel better, and I love putting in. I love contributing. I think it just keeps me fit and healthy and happy. 不過根據法律的規定，領退休年金的人會當另外做工課賺錢，不過有金額限制。當局嘛當地做試驗，評估要按照綁定規定來善用這陣資深的人力資源。公視新聞是會中編譯。常常聽人講，這個大人煩惱無錢，囡仔歡喜過年。這個過年特別到，大家攏會買米，不過買物件就要特別注意，千萬唔通害到咱的台灣豬。講到這個過年特別到啊，這出入境旅客也個國際包裹數量攏變多，為着要防止這非洲豬隻入境，政府也呼籲講，千萬唔通偷早豬肉製品入境，違規者上重會當罰到20萬。另外，去年防檢局也針對着非洲豬隻疫區。寄這豬肉製品登來到台灣，罰收件者20萬。目前有3個民眾去犯法，攏是佇咧網絡頂頭買倒登來。真空包裝的煙腸，外包裝寫簡體字，也寫着簡體字的回鍋肉主題句。另外，販賣口邊的煙腸，這攏是台灣民眾網絡買，為中國非洲豬隻疫區寄來的豬肉產品。政府已經為去年5日空用裁罰收件金20萬的新制，有緣有3個人唔聽從當罰。第一個，我剛剛提了說，有寄了五件包裹來的這個，它其中有一件測出來是非洲豬瘟的核酸陽性。那第二個案子，他寄了一件，這件也是非洲豬瘟的核酸陽性。採發新制上路了後，邊境攔截324件違規郵包，以中國甲香港上載。
都因为违规案件一直出现，月饼、肉粽、肉肠拢有。防检局特别提醒，部分强调鸡肉的产品也可能有猪肉成分，民众爱提高警觉。鸡仔饼怎么是含猪肉？是它就是有含猪肉，是不能带进来的。那如果不确定的话，可以去问我们的检疫人员，去问检疫人员，因为其实你主动去问，其实这是不会罚的哈。农委会阁指出表示，非洲地区病毒威力恐怖，真歹程度只有全力防治。以目前在亚洲地区的国家来讲的话呢，大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它清除掉的。今年春节假期有10天，离出境旅客会增加。农委会阁一次提醒民众，何时出国必看，唔要清单。去年违规炸肉片入境，共裁罚20万的旅客，达到169人，是前一年的3.9倍。农委会呼吁民众千万唔通疏忽，来损失金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婚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就质疑讲，敢是受到美国压力，这修法的方向竟然大改，无被管制加热烟的加热器。国建署表示讲，加热器算是电子产品，因卫生机关是高度审查的。郭建明也讲，无美国压力，也强调行政院立场就是禁止电子烟、热管加热烟。对抗烟商，救救下一代。国民党立委林维洲甲当时基金会这人下晡搁再召开记者会，接其顶礼拜国建署甲调查立委拢讲好，甲亲像斗阵的薰吹头这物件立管，袂使宣传广告，模板20岁袂使买，甚至也定出条文版本，无受到拢被推翻，因为国建署受到定势压力，全部翻盘，哇！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了。说到底受了什么样的压力？到底谁给的压力？是烟商还是民进党高层？行政院去年提出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加烧烟、电子烟采一开一禁方式来立管。另外，加这个烟点烧的物件也达成严管的共识。不过，上新的版本却是无立管。卫福部国民健康署长吴昭君澄清，烟害防治法本身是对烟品的管制，像斗阵的烟吹头这种物件，国际上也无法令人参考。国民健康署也没有能力去管这个电子商品的安全性，还有相关的标示原则等，那是有相关的单位在做管理。因为就这期加烧烟若是开放进口，有够有上千亿的商机，上赢面的就是美国，无排除是美国施加压力。不过郭建明讲，毋是安尼，强调行政院的立场就是禁止电子烟、立管这个加烧烟。伫民进党立委苏巧慧也强调，像斗阵的这类烟吹头物件是被管理。反过来讲，凡没有被通过的，它就是非法，从此可以取缔。调查第4摆协商要拼这个会期完成3读，郭建明表示，立法院会已经把这案列入议程，强调若继续无共识，就会送议会来表决。杨国林维洲表示，国建署甲调查立委议员无度取得共识，下礼拜会继续来协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暗时唔困的人，即马可能会减少一个所在通好去啊，也就是台北信义的诚品册店是全台湾唯一24点钟无关门的一个册店。不过今年年底就被收起来咯。诚品对外发出声明，讲是因为厝头家统一集团要甲这厝收倒转去，诚品信义店会营业到12月，这合约结束。这个空间有风声讲未来变做是百货公司。台北信义诚品作为诚品全台上大店，加上24点钟无休困，真受册袂介意。也毋过诚品发声明证实，因为厝头家较真收回建无诚品信义店，会营业到今年12月合约结束。最早是敦南店吧，敦南店之后来到信义店，然后信义店如果也倒的话，那真的很可惜。会觉得实体书店现在也越来越少，大家就是网上买书啊。松烟这边呢，未来可能还会有大巨蛋营业带来的，不管是观光旅馆或者是高级办公室，甚至是我们说观赛或者是一些演唱会活动的这些人潮。网上专家预测，信义诚品一间24小店可能由上烟店接手纪录馆，附近相关有希望得哩洗牌。它的书籍很多，而且有复合式，可以让我们有读书的地方、看书的地方，非常好。受民众消费习惯改变，加上电商通路竞争，实体册店经营一直有挑战。外界也关注，随着大厝头家统一集团收回商场，后一步安怎行统一回应？商场回收会自行规划使用，也毋过未来安怎运用被对外讨论。
北部、台南、高雄都有大型商场营运的这个经验，而且我们看到跟国外合作的这个经验非常丰富，所以我们认为它以多品牌、多角化的经营的目的来讲，它自营的机会会非常大。经济统一集团内部人士指出，商场回收初步方向会规划做时代百货旅馆，甲瓦近的统一时代百货台北店连做伙，甲附近的成功沙华瑞丰百货并列台北星级商圈30世代，也显示统一集团扩大星级商圈布局的高度兴趣。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伫咧讲，这阿里山日月潭风景水甲通人堡山明水秀是好佚佗。不过，即马阿里山新民铁路的员工就亮出来逼讲，这个搭台车大动拢有问题，而且铁轨路下骹的这石头粒仔也铺了伤过薄，即期改善速度伤过慢，甚至讲这顶时啊，甲这工程预算刷去做宣传行销，互旅客员工伫危险的环境内面。这林铁处即马也背回讲，这所谓机关车大动功能绝对是正常的，而且拢有伫咧维护安全。空气压力表内底，黑色的箭头一直无法度维持伫5公斤的所在。用沙文坡测试，这个气压式的档系统嘛一直在误坡，代表当地的漏风。阿里山新林铁路的员工讲，这代表有档可能会停袂落来。不过，伊发现讲，林铁差不多所有的车，这个气压式的档系统，拢因为伤过久啊咧漏风。每一届出版，伊拢感觉担担啊。不符合的东西，或者是有损伤我们安全的东西，都还在路线上。这个只是说在于说大家有没有去关心。林铁工会证实，有接到真侪会员投诉，维修咧用的台车，嘛伫咧去年1年内，小连续传出3起的意外事故，地主外包商的员工甲同仁受伤，还有铁轨路的石头铺了伤过薄的问题，恐惊嘛影响行车的安全。员工出去，一台车几百个人。一个家庭生命都在他们的身上。工会认为维修甲换新的速度对不着因的期待，事故若是发生，这无辜的司机员恐惊就会变做担罪人。而且因嘛这个工程的预算，互提去宣传甲行销。本处绝对没有将工程预算挪作宣传行销之用。目前所有机关车产生之压力，均可达刹车之工作压力。轨道道床皆采国家标准，必须经过合格实验室检验通过后，使能进场使用。林铁处讲，有8架车因为已经用40-50年，档案零件有漏风，不过袂影响使用。会为民国113年开始豆豆换新，嘛强调讲台铁对安全一直拢真重视，嘛且当然甲乘客唔免烦恼。记者综合报道。高铁伫2019年定案要做到屏东的落地处，不过路线一直有争议。高雄市长陈其迈昨暗就大声宣布，行政院已经核定，甲本地经过仁武工业区的路线改做甲高屏第2快速道路做伙，消除仁武地区居民对高铁经过石化区的公安记录。不过，这消息是双向公布，就让这期讲这路线制定的过程拢无公开，认为爱暂且来按下重新检讨。高铁延伸到屏东的路线，2019年定案。不过，高雄市长陈其迈初三报名伫人民册宣布，路线会有改变，袂经过石化厂区。行政院嘛已经核定，一直关心这个议题，民间团体常常听到这个消息是假一条，完全没有可行性评估，凭空出现的路线，我们觉得是黑箱作业，请政府尽快的公开所有决策的过程，让我们知道说，那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线。这个路线制定的过程无公开，恐惊有污伤的嫌疑。高铁向南平延伸的路线一直有争议。去年中做2届宽屏的时阵，传出屏东落地厝站附近有无良心的中人想要透这个机会炒土地，因为原地路线经过台塑仁武厂，嘛有公共安全等等的记录。另外，它路线也是经过后金溪的北岸，那北岸落墩会落在北岸，那居民也担心是不是有一些防洪上的疑虑了。原地左营的方案是为高铁左营基地向北边下过台1线，甲国道1号了后，沿后硬溪路南路线会经过仁武工业区，修正的路线是为高铁左营站出发，甲当地做综合规划，甲宽屏的高屏第2快速道路并行共构，会当闪开仁武石化厂区，都算路线变更减少公安的记录。不过，民代嘛质疑讲，陈其迈代替行政院宣布路线变更是政治操作。苏贞昌院长不要阻碍高雄的发展，而陈其迈市长不要只为捍卫党意的小英男孩。
民代甲民团各一届主张讲，高铁无应该另外开一条支线，应该是由主线延伸到屏东，这是市民真正希望的。呼吁路线应该较慢才来定案，重新扩大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常常听人伫咧讲，这好天就要种雨来娘，毋过若准无雨水也种无娘，特别是农民是靠天伫咧食饭的。南部无雨水，这闸门水库的水也是愈来愈少。去年12月初，台南已经减压送水路，这嘉南地区的走动潮啊也拢无种啊。水利署伫去年底开始伫水库附近做人工湖，这效果有关无讲介好。闸门水库目前呢只剩28趴的水量，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也去到现场了解状况。趁一几天乌阴，工作人员紧伫水库边仔放吹雨火焰剂。闸门水库集水区已经1年多拢无落大雨，为了增加水库的扣水量，南水局自去年底开始，就一直咧做人工吹雨的工课，效果算是真有限。到初4透早为止，扣水量也是干那28%。北部的水库都要多到水调节性放水，但南部像我们曾文水库只剩28%。所以我们很感谢农民各界大家一起配合，政府也都有配套措施。行政院长苏贞昌、经济部长王美花初时特别落南来巡水情，因为闸门水库水情暗倒，台南自去年12月初就变做全台湾唯一一个水情灯号黄色减压送水管区。今仔嘉南的一期丢自去年开始，都部分是无水潭好引产，今年更是全部拢停。非常重要就是用万通的方式，就是南北向怎么样互相的调度？对台湾来讲，要开新的水库都不太可能。极端气候和台湾各地雨量差真济，经济部嘛讲，因正咧研究安怎做南北的调配。不过，若是南部阁无落雨，恐惊用水会阁愈食力。苏贞昌也指示经济部等部会协商工业、民生等等的用水调度，保民众用水权益。记者怎报道？水利署地9河川局监测这花莲木瓜溪的生态，就要去翕到一只细蠅。这款细蠅是外来种，野外族群伤过济，会影响到环境生态，也有农作物。所以，即马花莲县政府拍算要来开始挡这细蠅咯。去年10月26日，第9河川局伫花莲木瓜溪吉安高滩地翕到的画面，有一只马蠅对这个摄影机边仔弄入去草丛内底，就消失去。实际来到现场附近的农民拢讲，因毋捌看过，这是头一遍出现伫花莲的野外，引起重视。没有看到。你们的作物有受到一些影响吗？没有。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外来种，在我们国内来讲的话，它其实几乎没有任何的天敌。那在去年的那个6月1号，我们国内也公告禁止输入进口，所以我们这次发现也是非常的意外。马蠅的原生地是伫北美洲，因为外形古水红引入来当作挺生物，不过请恶劣市常常弃用，便若讲探生野外较大棚了后，恐惊会影响到农作物、小型动物，拢会受到因严重的影响。它算很聪明的动物，人们啊，我没有挂锁头，它基本上它就有办法找机会把它逃脱了。它几乎什么都吃，所以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好。那像在邻国日本，他们也因为宠物弃养，然后造成野外有野生的浣熊出现，然后也造成他们非常多的经济上面的损失跟困扰。因为马蠅伫2017年造成日本的农损超过3亿2的日票，日本政府已经来做计划性的刷除。台湾虽然伫2022年6月初甲马蠅甲列做是进口管理的名单，不过并无禁止甲饲。目前县府干那会当找人来甲掠，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再饲猎个甲乌白蛋。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白麻、乌麻，有人当作是健康食品，不过美国上届新的立法甲麻列入去第9大贵宾馆的清单。事实上，台湾早伫5年前就公告食品贵宾馆标示，甲麻列做是强制标示的项目之一。医生也经过讲，这对麻的贵宾症状，就亲像对土豆同款，食到严重食是会死的。红叫做永生控肉的食材麻真可能造成过敏。美国食品业务管理局 FDA 宣布，今日元旦起将麻列入第9大过敏源清单。国内动物科医师表示，麻的过敏症状类似土豆过敏症状轻的人，皮肤会起浸膜，那严重可能会造成休克的死亡。
吃下那个食物或接触到那个食物的话，可能会产生支气管的收缩、呼吸困难、胸闷，严重化甚会有休克，会有生命危险。为了加强公布食品过敏原信息，咱国卫福部食药署早伫107年公告食品过敏原标识，要求业者需要强制标识项目，由原本的虾、酸叶、土豆、牛奶2等6项，增加麻仔含腐殖类、菇类等有11项。没有依照规定标示的话，依食安法是3万元到300万元的这个罚则；那标示不实的话，就是4万元到400万元的罚则。食药署提醒，过年期间不少民众会买的坚果类的食品，上好是经包装完整的产品，也爱确认产地来源、加保存期限等资讯。上重要就是看清楚内容物的成分，敢是有过敏原，以免开钱割伤身体。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的统计，国内民众脚头骨这关节退化的比率大概是15%，350万人左右。这传统的拢是爱开刀手术换脚头骨。中兴大学和国内医疗团队最近就利用张病人的血进行细胞培养，产生2型家原蛋白质，结果注到病人的关节，会当控制病情。研究成果有刊在国际期刊。虽然食老有维持运动的习惯，不过咱台湾也是有不少长辈因为退化性关节炎的关系，行动变甲无啥方便。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个人脚头骨关节退化比例大约有15%，按算有350万人。也若即马中兴大学甲国内真侪间的医疗单位，做伙开发出用患者自体血分化出会当抗发炎的吞噬细胞，会当来修复退化性关节炎的损害。利用自己的血液里面的单核球，利用单核球可以产生胶原蛋白跟抗发炎的能力，发炎的细胞去掉，留下这个可以帮助修复的单核球，然后再把它打到关节里面去。中兴大学的苏福宁教授表示，2型的家原蛋白是软骨的主要成分，咱人只要成年了后，愈血就减愈多，就算要用食的来补做复健，帮助嘛是真有限。佮加上周边的组织发炎，就会引起退化性关节炎。目前除了靠止痛药啊，无就是爱换人工关节。如今透过新的治疗方式，注一届这种痧都摘掉通挡2年以上。然后它在活的时间，它就一直分泌有用的一些蛋白质、有用的生长激素，所以就可以使这个效果可以长久。医师表示，退化性关节炎60岁以上的长辈开始发生，70岁以上的佫超过4成。这样新技术在20个重度患者的实验当中，超过95%都有明显的改善。研究成果嘛登上国际期刊，未来会提供更较完整技术，扩大使用伫临床医疗领域。记者综合报道。3年出一个状元，10年才出一个小生。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甲文化部办理传统艺术接班人助园演训计划，结合民间资源，这4年来有训练24个学生，有前场也有后场的，因伫今仔日结业，学生甲老师奉茶，老师也送礼物给学生，表示祝福。正月尾22，大红花轿看好戏。适当的功夫做一撮展现伫舞台，毋是科班生的陈建明，因为一份兴趣甲亲友的支持，参加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甲文化部办理的传统艺术接班人自传演训计划，经过5000多点钟的训练，伫今年出赛结业。这4年来，我为袂晓，才会骹步手路，到今仔日会当徛在舞台上，4年做4出大戏。我拢做小铁我，拢办较歹的，但是对我来讲，人生当中最突破的日子就在这4年。实习生向老师奉茶，老师嘛回送代表团成的礼物。歌戏导师孙翠芳感念学生用心拍拼。扇子代表文戏，法宝代表你的武戏，希望你们以后文武双全。有艺术很重要，但是品德更重要。以后你们要传给下一代，那才会传出更正确的一条路，然后更棒的一个艺术文化的善的循环。团结中心的自传演训计划结合民间资源，由布袋戏、歌戏、客家戏甲京剧的前辈来担任导师，将学生带伫身躯边训练，为的就是传承传统文化。这个接班人计划呢，
其实是把一条产业链，传统表演艺术的产业链拉起来看，从呢人才的培育、展演，一直到就业，能够把这个表演艺术的支持，传统表演艺术的支持体系给完整的建构出来。团艺中心表示，戏曲的传承必须要有实务的经验，未来还会继续推动增加台湾文化的高度。记者麦上英社桂林台北报道。讲到免洗餐具含用一届就偏的这个落啊，互咱生活真利便，不过对环境也造成破坏。法国政府规定，对今年开始禁止素食店内面袂当提供一款免洗杯啊，抑佫盘啊，爱提供会当重复使用的餐具。用纸阿爸纸杯，这是你印象中的麦当劳，而这是伫法国的麦当劳。对今年元旦开始，法国要求每一间素食店，若伫店内食物件禁用免洗餐具。这是伫欧洲首先实施这项法规的国家。Plus agréable de boire dans un verre comme ça que dans un verre en carton, donc je pense que tout le monde est gagnant dans cette histoire-là. C'est pas que une histoire de, on peut faire du plus écologique et du plus qualitatif. Bah déjà c'est très bien pour l'écologie et on fait moins de gaspillage aussi, tout ce qui est emballage. 根据法国2020年通过反浪费法，2049年进前必须终结国内所有免洗塑胶袋物件甲餐具。今年实施的新规定是，所有超过20个座位的餐厅，只能提供会使重复使用的杯啊、碗盘甲餐具。影响上大是素食店。法国即阵大约有3万间的素食店，每年产生18万吨粪扫。这场餐具革命虽然有多数的顾客来支持，不过对素食业者是一大挑战。除了表面上看到新买的碗盘、饮料杯，另外店头也重新来装潢，爱买生活设备，嘛爱有生活所在，员工嘛爱重新来教育。Ça a été opérationnellement, ça a été un peu plus compliqué parce qu'on était déjà habitué à un système. Là, passer sur un autre système, ça nous a pris quelques mois quand même pour s'adapter. Mais aujourd'hui, oui, pour nous, c'est presque normal. 不过，法国媒体报道，真侪店头特别讲也未准备好，所以也伫使用免洗餐具，业者反映，重新的装潢加买洗碗机的钱要对倒位来？法国政府计划要提供5000万块欧元，大约是16亿台票，协助有财务困难的非连锁的素食店。Ils n'ont pas du tout construit leur modèle autour de cette notion de lavable, de réemployable, pas comme la restauration traditionnelle. Donc là, on leur demande de tout remettre en question. Donc là, il y a quand même un vrai changement qui va s'opérer pour eux. 法国环保组织呼吁消费者抵制无遵守法规的餐厅，不过欧洲纸包装联盟即期，绝大多数免洗餐具拢是靠再生资源制作的。后面的整体回收率达到82%，环保袋、清洗碗盘会用更加多能源加水，这才是无环保的。国际新闻，陈梅英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15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4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1度到19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